1995年6月12日，中华航空、甲中营航空、甲美国波音公司买波音777的客机，这人价值300几亿台票的买飞行机的计划，以咱国当时的交通部长刘兆贤、甲美国运输部长汉尼亚的见证下完成签署。We are very delighted to have this very positive relationship, and we know that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of that. 这摆中营甲华航总共买12台波音的飞机，航空公司嘛表示讲，甲美国买飞行机的计划会持续扩大进行。澳大利亚运动场热闹的开幕典礼，可以说是为明年雪梨奥运热身活动正式揭开了序幕。主办单位精心策划，以世界级的卡球这新赛开场，并且举行一连串闹热的演唱会，展现澳洲人主办奥运的荣耀。另外，说的奥运场所的规划，外界嘛真懊恼。澳洲政府唔拿对体育场馆做长远的计划，佮利用真侪废地，外界称之为是上成功的奥运模式。